每一道拢有无共款的困扰，啊，若经营饭店有啥物困扰，就一项，就是即个大房的人会将房间内面的物件摕走去，前3名包括即个马克杯啦、抱枕，甲即个洗手的拎、洗手拎。业者讲啊，即个物件放伫房间内，虽然讲无啥介绍，不过因为会使重复使用，所以讲毋是会使炸走的物件。啊，若摕去要安怎？饭店会依照即个人家大房的时提供的个人资料，敲电话甲联络，也毋过嘛有拄着迄款无承认的，即时只好片啊网咧家己吸收，即款的损失一年会超过10万块。饭店房间设备应有尽有，互房客尽量用，不过毋是每件物件拢会当炸走。洗手乳的味道好好闻，马克杯的图案好可爱。像这物件起面起高、口喙臭的，会使互房客提走以外，其他重复使用的袂使摕。经常发生房客将这马克杯炸走，再来就是放伫洗手台、洗手铃，也搁有这细粒枕头。那我们手上也会有客人的一些联络资讯，不小心拿走，我们跟客人说，就是请他归还。房间内用品无标价，不过伫大厅有摆出来卖，若是介意的爱家己买。另外一间机器人主题饭店嘛是大厅放的商品，房间嘛有像这细化妆镜有 LED 灯，但是连接的 USB 线经常被人摕走。线的部分就是全部统一放在柜台。那如果客人有需要的话，就是用押金的方式。除了这化妆镜配件，夜景内面的洗发精、洗浴乳，也搁有大细条巾仔经常失踪。饭店讲一档落来损失的金额超过10万。有的饭店直接伫这浴袍顶面有挂票啊，写若是想要爱，就爱先甲柜台联络，而且佫介绍有写啊清清楚楚，就是惊这房客以为讲房间内物件拢会当免费炸倒去。